来是罢免团体护国大绕境，早起为北桃园出发。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右昌嘛现身来相挺。若国民党伫咧桃园的6个立委，除了亲走基层甲选民互动，这党内的大咖嘛拢来甲因助阵反罢免。发口号罢免团体游警，今日为北桃园出发，继续进北，一日驶过国民党立委万美玲、吴虎亭、区玉华选区。拜托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。车队经过所在，民众拢会罢免的旗仔要袂少乡亲停落来，甲因加油。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嘛，我现场收听。每一个罢区我们都非常的重视，希望作为所有罢团最坚实的一个后盾提供所有的一个资源的力量。秘书长拍头阵，副秘书长何博文侵入桃园，人上济南门市场，一日握手拜托，面临罢团大军压境，桃园6席国民党立委唔敢答应。刘启廷，加油！小刘，加油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昏过去桃园，甲国民党立委谢良界瓜子温做伙替吴虎亭加油。问政表现第1名的立法委员韩院长不止很疼我，不止讲问政第1名，还说我是第1美男子，对不对？大家相信疼惜我一下，一定要把我留在立法院，好不好？唔那吴虎亭连办几啊场反罢免的宣讲，同款是桃园队的涂权结果找大咖来宾，立法院长韩国瑜来助阵，万美玲直接走市场，甲民众博感情，罢免到最后的关头，双方拢有袂当输的压力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